來到歸仁區農會超市，除了可以買到最新鮮當季的蔬果與在地農特產以外，還可以看到一個相當罕見的鋼鐵金庫。但現在這個金庫已不再是存放現金票證的地方，而是改為倉庫使用。為何會有如此安排？一起來一探究竟。哦，這阮較早的金庫啊。這是金庫。這阮較早的金庫，民國50幾年阮起的厝，這是信用部的金庫。是。較早阮的錢攏放你家，這是小金庫。我們錢都放在這裡。已經年代嘛足久，這日本時代的金庫。這攏放阮放款的書類。你看這小金庫這麼多個。這種大孔哦，這種古代的很久的歷史悠久的今嘛足少人有這個金庫。而原來現在的歸仁區農會超市，過去曾是農會舊廳舍。103年時新建的辦公大樓落成，所以包含信用部等單位全部都遷移過去。這個老金庫因此功成身退，走入歷史。現在也變成超市倉庫以及學生參訪學習的好地方。新的辦公室已經遷過去那邊所以呢，這邊我們就保留原貌我們的購物中心遷過來這大家當我們的附近呢，國中、國小、高中，他們有時候都會來參觀什麼參觀我們的購物中心參觀我們的土龍間參觀我們的古老的建築物，還有我們。古色古香的金庫。老金庫雖然退下第一線，卻以全新的角色持續服務地方，從守護金錢到傳承故事，展現農會珍惜歷史、活化空間的用心。台南新聞張偉忠、許曼珍採訪報道。